你有人家会早起来起床，看到外口灰蒙蒙的一片，你会感觉诗情画意无？花区之梦。迄是诗情画意嘛？迄有可能是啥物 ？Air pollution。Air pollution。这时候你要一拍去推的手机啊，是用环保署的环境及时风。还有一个 APP 叫空气盒子，你去下载。空气盒子，它是针对 PM2.5。我们其他那个空气污染物啊，那就算了。我们的鼻孔什么哈，会有吸收过滤的组织。那这 PM2.5在上面过滤。特别小的，这个为什么很重要？你吸进之后，你挡不住它。它就直接进到你的血液里面，被泡然后进你的血液。加上这个 PM2.5啊，伊做就是钢琴内底有重金属，啊，重金属你莫讲，我喜欢听重金属 heavy metal 哦，多好听的哦。如果进到你的血液里面融下去，这重金属有什么特点？好听。重金属的特点就是它在你的体内沉积之后，你很难把它排出来，伊会一直累积伫你的身体内底。今摆看起来是好好哦，但是每一个人的耐受剂量无同，伊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阵。你有破皮啊？因为其他东西可以新陈代谢掉啊，这东西没有办法。所以为什么看这 PM2.5很重要？当然不是只有这个空气污染物啦，咱比如讲硫化物，用汽机车工厂的排放，硫化物一种物件，伊会造成酸雨，这理化拢上过。酸雨落落来，淋着酸雨安怎？你若酸雨来，让你田内底伊的作物会长不出来，对无？你若酸雨淋伫你的头壳顶，你头壳顶的作物嘛发袂出来，对无？迄个变秃头啊，变成秃头。所以空气污染很重要啦，空气污染这大家喘气吼。这大家拢知，咱来看32天气现象。咱要讲的天气现象，提供咱大自然内底对几种成分，我们空气中的成分我就跳过去了因为空气中的成分理化都有。复习一下，第一名以上。氮嘛第一名呢？第一最啦。O2 氧啊。第三名呢？惰性气体嘛。氩气嘛。第三行叫做固定成分。固定成分。氚呢？叫变动成分，想要氚类是变动成分，不一定。变动成分就是它的比例容易改变。你想看买它的成分，如果数量少，占的成分不大，是不是你改变它一些，它的比例就变动很大？可是它如果占了很多，那你要改变它的比例，你就要很大的量。这是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前3名的就叫变动成分，后面的就是前3名要固定成分，后面就是变动成分。
啊，这是空气中的。然后有一个影响我们天气最重要的空气成分，来，下面，What is this？黑板。嘿，哪一种成分影响天气最大的空气中的成分？水啊。Yes, water. 叔叔。见最底沙漠的上空可能是几乎没有，可是在热带海洋的上空，它有可能超过第3名哦。第3名才1%而已，对不对？它在热带海洋上空，它有可能到3到4%。那它为什么想来这么影响那么大？好，很简单，它在空气中会造成对地面带水汽的空气啊。Rising up 啊，到宾馆，谁热它？好是 use English。Cloud。好。Then the cloud falling down。What's this? Rain。好。给大家 cloud and rain。热花。好。很干哦。这个咱今日看的天气的现象，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是安怎地面的空气到顶悬会变做云？手寒。第一，地面你也无看云啊，啊为什么升上去会变成云？理化学过。临界。你用理化学的饱和容易。那个浓度里面有饱和，超过饱和会怎么样？沉淀。没办法再溶。会吸出来嘛？可是你的溶液里面，你原先的溶脂是什么？可能糖或盐啊。所以你饱和来，什么会影响溶解度？温度。温度会影响溶解度。啊，压力也会，但是压力影响的是气体溶蚀，就像二氧化碳。对于固体或液体的溶蚀，压力比较不会影响。是温度。主要还是温度。好，如果像我们周围都有水汽啊，你知道有时候我想那同学之间关系很亲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有问过你身上的水汽哪里来的？你的汗水蒸发来的啊，充满在这间教室里面啊。然后你呼吸的时候，你会把什么？你会把水汽吸进去，对吗？所以同学之间是不是都在做一体交换？不要听起来从它总处理哈，夺门而出。传说中的吸干机。对不对？要当同学很有缘分是吗？好啊，咱第二，我们里面的水汽为什么看不到？为什么它是水蒸气？我们看不到像云一样的东西？原因是什么？它的量低于溶解度啊，所以它不会吸出来啊。跟糖水、盐水溶在水里，你是不是也看不到？可是如果超过了，会怎么样？吸出来啊，就变什么小水滴了啊。所以这 cloud 就是 little drop 啊，小水滴嘛。你才看得到啊！你化学过啊，只要你看得到烟的，眼睛看得到的都是什么？液态还是气态？液态。都是液态，对不对？就已经是小水滴了。它如果是气态的时候，你一定看不到。
好，地面升到高空，对一个温度啊给下面宾馆嘛，是哦，温度低的时候，溶解度会怎么样低？Rise and or down， 档下降嘛。下降之后，原先没有到饱和的，可能就会怎么样？饱和，饱和了，饱和就吸出来了，变这混了。好，当然温度下降的原因有一个啦，但是这是牵扯到热学的问题，就是地面的空气因为压力降低，好，这个 pressure 气压到，所以也，也体积就上升，膨胀增加，这是一个热学的定律。如果体积膨胀，气体的体积膨胀的时候，也 temperature 的下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朵地面的空气升到高空，温度会下降，然后当降到低于它的，就是说它的量其实没有改变，它水汽的量其实没有改变，但它升到高峰之后，因为它的溶解度下降了，所以原先没有饱和的变成超过饱和了，水汽吸出来就变成雨。按照你想看嘛哦，它如果升得越快，这种效应就越怎么样？越大。升得越快，这我们叫什么？对流旺盛。你在气象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对流旺盛？这叫升得越快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极端的天气都是发生在对流旺盛的时候，雷阵雨，还有时候会下冰雹，也是对流旺盛。美国会发生龙卷风，也是对流旺盛。锋面来袭，也是对流旺盛。好，所以你在上下对流，那愈紧，你的泽是这云愈高啦，云层越厚，越有更多的极端天气。好，所以咱这个落雨我们下的雨有分3种，那样看着咱的这个7677页，第一种是咱讲对流雨，就是咱在讲的，我无写哈。还有一种，迄是地形，造成咱的空气升起来，地形雨。咱这山风若位遮过来，这地形就变出伊的空气为顶环绕，所以雨就发生了。这落了你搬山过岭到这边搁落来，敢有水？无水啊！这边叫做大，所以焚风，台东的焚风就在这个背风面，这个迎风面，迎风面的落雨，背风面空气做大，对，产生这个焚风。有当时你温度较悬，这焚风吹过，搁大，所以才会烧哈，那火灾会烧草原或是森林，fire 啦，知影无？以前迄个解放那个德国纳粹不是横扫整个那个欧洲，就有那个德国兵碰上那个法国人，抓起来要枪毙了，然后那个法国人灵机一动，
就喊一个 flood， 鹿林树没事。配上洪水嘛。哇，德国兵以为洪水要来，枪一丢就跑了。结果呢，他又抓到一个英国人，拿起来要开枪的时候，英国人灵机一动，喊一个什么 earthquake 以上地震嘛。好，德国兵架节枪也丢了。第三个德国兵抓到一个苏俄人，拿起来，苏俄说：“我flood 加 earthquake 这种的灾难都可以攻了啊！”就对啊，德国兵大喊一声 “fire”， 然后呢，调理啊，他想到什么 ？fire 啊，火灾啦，火灾啦，你 fire 也代表什么？开枪嘛，那就一定所以下令他开枪就对了。来，第三个封面语，冷热的封面，冷热的封面交替。封面我们还没讲过，我们之后会讲封面。封面那个地方也是一种对流旺盛的结果。所以来，咱把风的形成讲了。咱讲这个鬼嘛来，咱是解说一个物件啦。咱这块咱讲嘛，顾存某人听的。Wind direct 风向，老本理的。咱讲东风、南风、东南西北风啦，孔明借东风啦，不是拍麻将啦，咱的 wind direct 讲的是where come from or where it go to。Where come from？ 是它从哪边来，还是它往哪边去？它从哪边来？风向。东风是风从东边来，还是它往东边去？从东边。这样先搞清楚哦。Where come from？ 风来的方向叫做风向。风来的方向叫风向。来我们有气压。High pressure, low pressure， 高压、低压。我们东西的滚动是从高往低跑，所以我们的风也是一样，从高压往低压去流动。所以你看天气图上的等压线，这个等压线撸摆越密集，它的风就越快，然后它的方向流的方向就从高的流向低的。跟你今天如果用等高线，你放一颗球，它一样会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滚。等高线的越密代表什么？代表地势越怎样？越陡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这颗球是不是滚得越快？所以等压线一样，等压线越密，那个地方风速就越强。等压线如果越疏，就有风，但是就弱很多了，弱很多。来，因为我们地球会自转所以地球的自转效应造成虽然风有一个流动，可是它会有一个偏向。这因为咱地球spin 比较水灵动造成的结果。所以来最后大家先把两个记起来。北半球高压中心空气的流动方向，记得
高压因为中心是高的，所以它好像一个山峰一样，空气会往四周流过去。不过因为地球自转，它会旋转，在北半球的高压中心，它是顺时针流出。南半球的，北半球的低压中心，低压中心就中间凹下去，周围的空气会去补，所以呢，一起逆时针流入。我想要讲北半球，那该南半球呀喏，相反的。上面物件相反。那个是顺，跟它顺跟逆也相反哦。出跟入会不会相反？不会啊，高压一定是流出来，低压一定进去。但是因为南北半球是因为这是因为地球自转的结果，所以你看那个南半球把它倒过来这样看的时候，它方向就反了。所以呢，顺跟逆颠倒。你等你看你洗手台那个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这回家功课回去观察一下，你的洗手台的塞子拔掉，请问你那个水流下去顺还是逆？或者你在冲马桶的时候，那个一定有漩涡嘛？顺还是逆？还是不一定？因为细汉穷甲起，你敢有观察到？唔捌到，你在生活中的细节你都无注意。好，等你观察下，后礼拜我问你啊。我问你到底是什么